屏东的垦丁是真出名的风景区，也毋过当地人口一直在减少，乡村的总人口数上侪是有36000人，也毋过最近这2冬总人口数无到3万人。乡村的乡民代表会就提出讲，甲户口迁来乡村，会当有优先伫垦丁大街摆档的权利。来到垦丁佚佗，真侪游客说垦丁大街，林条早来钱条变成真侪摊商经济来源。虽然垦丁大街管委会统计，这几档摊商200多间，比上悬的时期减一半，但是民代发现真侪摊商拢只是来遮做生意，为着挽救乡村顶当年一直下降的人口数，代表会提案摊商若迁户籍，得当享受垦丁单位摆设顺位的优先权。户籍想迁来恒春，有办法迁来恒春。然后提升恒春镇的人口数的话，那就是说让他们进阶，直接跳到30%那边去，让他们优先去抽签这样。官方数字显示，垦丁大街所属的眷村镇总人口数40几档前上悬36000多人，只要每一档减少4档前剩3万多，这2档即是降低到3万以下。对代表会的提案，定公所即是乐观其成。这个意见呢，我们是尊重，我们会相辅相成的来提升这个开放自治条例的管理办法，以及增加人口数。公所表示，摊商入户籍当顺势增加人口数，因嘛规划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带动人口迁入，希望当地总人口数会当重新转来3万人。公司新闻王刘婷丹、hen坤屏东报道。